请讲师识别前到公，坤到公。讲师讲师好。请坐下。咱做两件事，这个题目这个经注哦，不能不在心里啊。眼主将心性下，眼主就是人伊无出书伊得到了后是空文，拜空主师了后，伊就知影讲人生的路途要安怎行，伊了解。所以伊心就来了清了，对性学这方面就专心来研究所以得将胜利追求深得无穷之美。所以呢，心界下落，伫即个胜利方面呢，你家追求，所以得到了无穷的这个味道安尼心内咱嘛是修成安尼。咱心是要甲下落，咱毋知影倒位宝贵到倒一个程度。咱心若甲下落，自自然然咱会了解倒个奥妙甲宝贵。要带咱转去啦，拢无啥物人当来带咱的。是世俗，大家拢迷恋伫啥？迷恋伫即个宗教，迷恋伫社会的一切一看死了，过世了后，就转西方，就请迄个道士来甲咱牵搭长长，也无甲咱牵到长长。遐就是嘛，咱去甲礼会啊，求道了后，咱伫学过程中，咱去甲礼会啊，叶问师傅请大就曾经甲咱讲，今仔日突破咱定念，清洁观之道了后，地有甲咱求名，天堂甲咱挂号。搁讲一个较坦白，咱也未过新年，也未离开，就甲咱转西方转好势啦，死了后，咱搁叫人来甲咱转，想慢啊！认真来甲想，我就袂甲想，我甲老师讲，我若规空的高阳小小的，拢啥物用？拢毋开门讲，恁着兄弟来甲我送去，要甲我送，甲我送，要毋甲我送到数学。我家己行着，有啥物甲咱行咱年囡仔生意好，伊无要甲咱行无啊，阮老母规空的，我拢看唔着啦。阮五个兄弟嘛无一个人要叫伊行。做一个公证有影啦，阮老爸、阮爸爸，伊甲村的钱规空的了后。我讲即条钱我袂使用着，即条钱，办个伊也袂开空的，我就甲讲，来，恁这咱做啥物着？你存的这钱，我拢摕来甲你报死。阮妈就讲，你讲这钱了，我要开哪？我讲，无你，阮无遐囝都无当找，无当来带你无当来饲你你袂晓得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咱中心都咧去学堂，我就同伊讲，有迄拢摕去。摕去，我就摕去交方面。阮着人经理就讲，这是你交方面恁后壁无讲，叫我经管后壁同意。我甲问伊讲好啊，伊讲好我拄你中心都有咧学讲师无人经理呢，迄阵做这本书咧，叫我去上班我就摕去当经理。伊讲是你要甲伊行恁后壁我嘛后袂过我经过同意。恁的兄弟我的兄弟拢毋知影，阮小弟就知影。阮小弟伫老爸遐住，我就甲讲，我讲到上村的钱我拢要摕来成山啊，真个起出，但我拢摕来用。伊讲好你这钱你得着到尾咧，规空了，甲一个时阵。阮大姊妹问讲，无人倒上是讲算偌济钱这个去啦。我拢捌提现呢，摕去甲中央呢。伊讲你摕去中央啥毋知？我讲根无知影。村拢无人知，我讲无人
唔知啊，我哪样讲无甲讲。哎，迄个哦，黄梅啊，啥物啊咧？是这种。甲阮老母，阮妈妈本来从到咧，从到叫阮后壁平时叫阮爸爸平时我就伫玩乐咧。我说是讲，而且讲我也毋是讲别啥。我就咧玩乐讲，妈妈甲时间哪里搞？到有时阵呢，我每日咧讲哦，阮小弟叫电话开，阮甲阮小弟带做伙，阮小弟叫电话来，阿母来是咧讲好。我你甲开门，我讲咩？老板都是坐对面的，我过甲看。伊讲我也无得讲我，你哪样还搭困啊？你才拄甲叫出来，我讲呀，你若无得讲我，你真咧困啊？电话接我，我就是要去困，看你电话也是对，阮小弟做啊。伊若要去困，拢着算我咩？啊，伊若补回转来，着去见个人面，你甲嗰种要上好，人去叫人后面嗰只。啊，所以叫我陪我好啦。啊，本来想要转来，我讲伊都是遐尔钱尔。啊，我等一个咧送，啊要看好，啊我人讲在意来养明出去一下，等下来。这在意养明，医生讲这足严的，心肌梗塞呢。哦，伊讲家境无交陪人，无陪情人，伊再过小工。我等下就讲，这倒是办了，我再过小工，我危险啦。我敲电话林永正，我甲林美燕后生迄阵养明都有点。啊，伊就讲，唔通，到只桥咯，再去个小坑咱到路里向等伊哦。我走啊，无法度啊，那天光搁走，天光搁走，拢无挨一个长者拢无，伊个心脏要讲太大拢无，所以就是这样。一个人哦，要良心去走，咱家己咱就要知影。啊，嘛免过头甲上心伊啦。啊，人伊事就到遮尔，今仔日言论就到遮尔，哦，咱要相信，尽量做较重要，以外都重要，哦，所以政府呢，伊的即个情形，就是要甲讲，摕言务处即个情形来咧讲，就是要互咱了解，了解言主是安怎形成等于，所以呢，即个言主呢。将这个胜利去追求，伊足侪心得的，所以情主对言务主的虚心宽大的德性，得用一片心魔的心情。言务主呢，对于情主对言主的做虚心的宽大的德性，所以伊很羡慕言主。言主是有那善良人啊，因为放出来无咯，一单数一飘逸在话，人不堪其悔也不改其乐，所以要互圣人咱无咯，毋是遐简单呢。所以一方面显示情主上合言主刻意修身的功夫，甲身体力行的义气。一方面呢，情主呢，伊欣赏了这个。言主刻意修身的功夫，安怎刻意？伊愿无发善无事哦，孔子叫咱发志向，伊讲愿无发善无事。个人发志向无成啥，所以后日成就个果有成啥。情主呢，做这个精参呢，就跟老师发志向，老师啊，你嘛发这完听伊讲烦恼者安止，朋友心志，小家代志。丰圣人的心量心思是包含了全天下人，道者安止，朋友心志，小家代志。所以心志上，这嘛是有原因啊。所以呢，咱理解，慢慢的研究，慢慢的去了解所以呢，情主呢，伊就是要想要学言主，刻意修身的功夫，甲安那身体力行的这个义气。中庸伫讲，夫之妇可以与敌也，一彼之啊，是圣人有所不敌的一个夫妇真熟的，真含慢，伊会当了解，伊就知影讲我着安怎做，
我来这世间，若要趁钱，我适当啊，若这方面事业，我会定来行，你对人会对，所以可以与敌人。就彼此啊，随性有所不同，但是要讲到迄个治理，对于境界要互咱了解，甲讲足快重新了解，无法度。咱嘛无迄种，咱嘛无迄个智慧，咱嘛无迄个学识，通了解道奥妙，无了解道奥妙，都是足版奥妙，但是咱无法度了解。所以讲呢，要讲到彻底，虽圣人有所不知的，圣人伊嘛治袂了。夫无不晓，可以令言面；夫无足含慢的，夫无足版含慢的，大家拢有当做。所以道不论地位足悬的，不论地位足低，都会当修，都会当教。就彼此啊，随圣人有所不知，袂讲到迄个极点，圣人伊嘛敢讲伊有法度。天地之大，人有所行，天地遮尔大，咱来了解，咱无法度去了解遐个难情，咱嘛感觉有遗憾的所在。意思是讲，宇宙广大，地势无穷，宇宙有够广大，咱嘛即个地势，大家来到遮拢无穷尽。人的见闻学识，才会当才能不变有所可能。咱人的智慧甲学识有哪有限？他有法度人讲做甲无法通的。即使有夫有妇，所知所行，圣人未得灵知灵行。所以修道，毋是讲你捌足侪字，你做讲就是咧修道，毋是。有夫有妇，所知所行会当知会当做。圣人未必灵知灵行，圣人毋是讲。就拢了解足版者，伊拢做会出来，毋是。孔子赞圣人，不如老老，不如老婆。孔子一个学生，知影，一个学生问孔子讲，要安怎种田，要安怎栽菜？伊讲我不如老老，你这着爱去问个专家老老，爱问迄个种菜的老婆。所以净土修仙说出。为学要谦虚得闻，孔子这净土呢，净土伫遮讲以灵无不灵，爱一定爱广大，爱学为学爱谦虚得闻，爱谦虚得闻。就孔文子不计下文。孔文子就是这主公在讲，主公问孔文子，孔文子会一直问呀。主公问孔文子讲，老师，孔文子都讲，伊都哪有做孔子，再搁加一个文字，伊是死去归孔去了后，再搁加国家，再搁加追问，讲密字好学，不计下文，是以为之文。即个人足认真，足好学，也袂惊见笑。伊捌无去两个较毋捌啦，面上不对学问，是为之不了。所以呢，咱来了解，咱来不对学问。比如舜，那有大智慧的人，孔子称赞伊好文好传语言，足好文。这近的话，伊足爱去追求，就是讲这话伫对来太暗的，伊就去追求。如果拥有多安的之才能，充实之学问，不要自夸自满，咱来讲如果咱拥有了真道德的这个才能，咱足够出世的足够，足充实的学问，咱慢慢自夸自满。毋通该夸大家己自满，满就变成骄造出来。但你在自书记住咱来讲的，阮有先有时孔文子呢叫颜渊贵罗主公，颜渊贵罗主公叫人讲伊的知学
伊来讲，咱恁的指用来讲，我无法实安，有时了实安的代志，我绝对一定继续这样做。啊，如果人陪我一定这样做，我袂讲我毋做。这是本章有着无实着理的一个意思啊，叫这个本章的有着无实着理的一个意思。只有凡事不够，竟是宽容的修养。一个人要真正讲人对咱歹，人甲咱做，人来得失着咱，啊，咱要会当宽容伊，毋是遐简单。所以凡事不够，这个就是宽容的修养。不过要做到民主所谓自反的功夫，民主要甲咱讲爱自反的功夫，家己想看卖，可能要讲安尼对毋对然后才能进入眼主不够的这个修养，然后咱老我就能进入到眼主不够的这个修养之外，真主的讲这物件，提因师兄的这个行为来讲这物件，就是要互咱做咱每一个人的榜样讲我就是跟安慧先生学出来。我希望可咱大家会当接受着这个条件，看来向下。第六节，情主愿，情主愿，可以托玉桥之歌，可以托玉桥之歌，可以提笔之名，可以提笔之名。这里那个笔那个笔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文主人呀，文主人如文主人呀。文主人如文主人也。这字吼，就真书内面的字吼，足是迄种古话音的。我当时较早家己读的时阵，无管啥物片读汉文过，不是搞咩。讲你是空中马大的啦，我这边你看，唔通家己学白读啊，人家性情像学白读，我讲，拜托你来讲如果我唔知，我袂解，我唔会读，你就家己拜师傅，真系咱来了解，托玉桥之歌，笔笔之言，字讲个字，笔打个笔，用些想来答出来，难道讲你是孔子吗？我顶日讲个拄着历史我来伊讲你也要读，我讲我同志嘛咧读，也读不准无，我唔知影，你著唔甲我死我袂读。你会写字惨，讲我会惨，我讲安尼会惨。这了，恁若真正不空，你就出来讲。但是只为咱来研究。尊将的宗旨是精准期望，为神之人，就是咱师兄人。需有托重名之才德，甲应付事变的接触。所以咱师兄人，这个名一定爱真正。做点文书有点文书的工课，做领字有领字的工课，做单数人才有单数人才的工课，所以咱一定爱真正。本章情主之言，刻画出一个忠心耿耿、老成无国、志节坚定、知情不的典型。一种呢是情主讲的话。而且呢，咱是着咧刻字安尼，刻字刻出来，刻讲咱做人爱忠心耿耿，袂使冤，袂使做唔对。尤其是咱学道人，咱师兄人，师兄人是咱正式讲咱出门讲咱师兄人，人来讲你师兄人讲无啦，我是知影师兄在学，对不对？我毋是真正师兄人，老成无国。愈少的爱愈了解，要使互咱这条路好行，互咱的道路会当开发伫咱的地方，开拓伫万国
九州，互咱愈老成也愈无讲。志节坚定是人物典型，咱的志甲咱的节，人袂使无志，人不可无志，无志如得无节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志节要坚定，的一个典型的人物。前两句是平常，平时讲的。后一句就是处心变故时阵讲的，一个身为国家重任的大臣，对他对伊的人格志节最重要考验，面临个人的生死来了解。宋国文天祥，足是咱家族学了，伊做了政治家。向忽必烈，向官僚忽必烈甲掠关几啊年，这个皇帝留一个位要互伊坐，只要文天祥呢当一个头，伊就可以做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。伊当时也未有着这个情形，因为伊过去是无足好嘢啦。所以大项拢有，伊做官啥货拢会晓。所以呢，迄个时阵是一个真正讲，若像讲一套人就啥。咱老师来的时阵，伊含等伊甲太太，甲某囝少结的细结的情形，拢有。从伫迄个官府内面就从出去。出去门边就从带落去交原条，你去讲。结果呢失败，叫掠去关田监所以忽必烈时常去拜访伊，到有一日真正忽必烈去拜访文天祥甲讲，你遮久啊，叫我熟悉遮久啊。会使讲是足好的知己的朋友，拜托你，咱就先从我这个来。忽必烈看伊真正有法度通讲，伊也讲好，安尼你来知。这文天祥随规划来感谢，是规划来感谢。伊学生知影这个消息，听讲文天祥伫咧中间变故。就写一张祭文，甲办一寡祭礼来互伊。文天祥祭文伫个读开的，祭礼伊嘛是照常写，伊就是从去接受了制裁。结果呢，虽是讲身归可畏，但是名留人间，各位百虑天外，是嘛咱会知影所以呢，咱的年代真是不可断的所以咱来一个人是人学道的人，一定要经必须考验，做个一个人生死于度外，将咱人的生死置之度外，死之以国家中存亡的坚定不移的心。咱即摆呢，就是讲，咱将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死之甲道母，坚定不移，用命、用安宁可贵这都是真难的可贵。因为会当做到你其所得讲的临难如过免，遇到困难，你伫咧讲遇到困难，伊袂相撇，伊袂倒撇，今明主所谓为吾不能困，明主所谓为吾不能困，是叫人安怎压迫，伊就无屈服。故情主赞美即为君主，所以情主讲，咱哪会当安尼做？咱赞美讲是情主孔子暂典第三本可读衰
譬如不可夺其孔子在大学里面讲，三本可夺水，一个譬如袂使夺咱的心智，咱的志向袂使。可见坚定志节是古圣人所谆教诲之德策，所以坚定咱的志节，这是古早的圣人贤人，甲咱谆教诲，甲咱足详细甲咱教诲一个道德的措施嘛。六朝之古是言而无知，如果不是忠心耿耿之大臣，可能无夺君位。就讲这个六朝之古是圣人是全规康的圣人要来辅助，若毋是忠心耿耿的这个大臣，就无法度能做出来。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啊，只有百里之名。诸乎国家的这个政事，除了忠诚这个德行以外，尚需治国之才智。咱来了解，爱忠诚的德行以外，爱阁有才华，爱有智慧。亲像《三国志》蜀汉的诸葛亮，就是典型的模范。像《三国志》内面诸葛亮，就是一个典型的模范。刘备伫北上吐哺的时阵诸葛亮家己刘备甲讲君在是为吾则辟，士子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处以代之。伊甲讲你诸葛亮，你的才华比则辟有几十倍高。我的幼子阿斗，幼子呢，若会扶持，你就甲扶；若袂扶持呢，你处理代志，你从会了你讲，你本身做蜀汉的主人，为了救国家，为了救万民诸葛亮听到了后，随归。你讲善良，鞠躬尽瘁，顺可以。所以咱来了解这笔字就是诸葛亮家己算命，将伊的命庙留备。所以咱爱像咧写的《论语》记载来讲，诸葛亮亮，毋过伊的亮50色尔。刘备比佫较亮，刘备100色。所以听一句话。伊甘愿就讲伊的地位讲，士子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处以代之。所以诸葛亮就惊啦，随佢来讲，善良鞠躬尽瘁，恕之可以。可惜天不假人，不合理性，而输在我中间。上天如何会行？天不假人，去北伐的时阵，代志也会先讲伊死伫我中，的群众，真使无人用不义，真正使我后来人用不义，真正道父在做诗来讲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中士英勇烈万春。迄个智慧，咱大家修学到一点爱有亲像诸葛亮的心志。咱一世人来这世间，咱也有白行，也就是讲，当互咱得到人生，互咱出世着，三气互咱有着，这是咱的福气。咱若袂晓修，这是咱的遗憾。咱一定爱来注意，爱注意，人生到这世间，7、8、10年时间，还是足紧的。我36岁当去高阳，第三证带36天，落去高阳带42天，我今年70多岁，迄只当咧半年，真70多岁啦。
哦，我有偌久，无偌久啊啦。90多岁拢来咧看了后，一定要好好啊检讨咱家己，听到道理，管参加成全班，或者是大班、小班，咱一定要要体会到咱家己。讲道理要互咱听，目的就是要互咱了解，讲咱这条路就来安怎行。讲到转来，趁钱的机会拢过去啊啦，即摆是存钱的机会。啊，咱若阁毋知收，咱后日考开来，已经都是嘛。所以即摆大家一定要谨慎慎思过来。第7节，精注完，书不可以不红叶，书不可以不红叶。心中以德万，人以为己任，人以为己任，不亦中乎？不亦中乎？数字何以？数字何以？不亦万乎？这种情主到迄个时阵，在交代这护士讲互伊弟子听，也嘛是叫咱着安怎做。情主甲咱讲，书不可以不红叶。书就是一个修行人，一个读册人，伊捌字捌较济，道理会当看较济。所以呢，圣人拢今日走了歪去，特别搁甲伊交代。啊，咱学道人，咱一个实质会得加一话，得着伊加一话，成就变成一个事实。无咱是一个土人，变成一个事实。不可不奉业，袂使不奉养咱的利益。奉就是带，心向一定要带，心听要带，气度要大，眼光要大，眼光要看远。所以讲圣人讲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来看远远看你倒去。看你西方去，看你年龄去，看你做事业去，咱后天来对下过得哩。咱嘛去看你后天这基建内面业，咱来有公业，爱有公业，爱有公平，爱有纪律，爱有决断的心，所以这两项来加起来来甲伊看，是讲。爱看得准，摕得稳，看得准要拿得稳。事情处理了再完毕，你若看无准，佫摕无稳，徛无稳，你才颠倒倒，这就对了。红叶要讨会，要当这个重任，任重而道远，这个责任足重担，咱得到了后，咱的责任足重，有了解要做人责任足重，任重道远。安怎担较对起啊？但是即卖研究道人要靠咱去来度，靠咱来宣传，要用什么利益来宣传？我也毋捌是要用什么利益来宣传。可能平常听宣传，听着记咱会对，记会对，自然就做好个。这条路要行到电视，大人要落啊电视，走转去是，道外这条路行足远的，行到你袂行啊，倒是唔成啊。人以为己任，人就是咱的己，不亦重要？安尼就当啊。人你互人看好无，人看好，无互咱担，咱看，咱若有去人担，就担唔去，但是担，看有无担啦，看有才担。数字何以不亦观？要担啊电视，担啊死，甲4角平分，安尼有分无？安尼，所以即种的宗旨，
为先祖勉励世人立定远大志向，真主勉励咱世人立定远大的志向，养成刚强的毅力，担当的核心的责任，忠心努力以赴但养成咱公共的纪律，那就爱讲压力公共的纪律，担当了行人担任，将心努力以赴，一世人认真去做。有哪会有像诸葛亮先生安尼讲讲，数字何以？讲鞠躬尽瘁，数字何以？是咪？从诸葛亮老爸古代的八成，伊讲迄两句话做咱的标准，做咱的准绳，摕来有时阵，甲下伫咱的身躯边，咱就做唔少。我真正讲，问题即个做较早的银行的总理中银行的总理，偏。